各位，你哋計足咗一世人，由後生嗰陣捱世界，日搏夜搏，對個市嘅風吹草動敏感過人，甚至乎捱通頂去度水周轉做生意。你哋慳慳埋埋算死草，睇實每一個機會去買層樓，留啲磚頭，或者最起碼都揸住本穩陣嘅紅簿仔傍身。呢一切嘅犧牲同血汗，講到底都係為咗頭家安安樂樂，等啲仔女起步好啲。最重要嘅係等自己老咗嗰陣，唔使睇人面色，向人低頭。各位一直都好自豪，覺得自己好腳踏實地，係揸莊嗰個，從來都唔會俾自己陷入被動嘅局面。不過今日有件好殘酷嘅事實，我逼住要同大家直講。我哋身邊有好多人，就算幾精明都好，偏偏喺人生呢盤棋度行錯咗最攞命嘅一步。嗰個就係由70歲到75歲呢短短5年，但係又極之殘酷嘅時光。我將呢5年時期起咗個名，可能大家聽完會覺得周身唔聚財，叫做權力破產。呢種破產唔係由銀行戶口見紅開始，亦都唔係因為股市冧檔或者出面經濟衰退，佢係喺一個普普通通嘅朝早，靜靜雞咁殺埋嚟。各位一起身，好似平時咁伸手去床頭櫃攞樽水，你用力一扭，奇就奇在個細細粒嘅膠蓋竟然喐都唔喐，你咬實牙根，夾硬使多一次力。呢子曾經簽過無數大生意，曾經孭起頭家幾多重擔嘅手，依家竟然搞唔掂一個水樽蓋。同一時間，旁邊部智能手機突然響起，你知係仔女打嚟，又或者係一個重要嘅短信，但係啲手指突然之間變得硬晒蛋，喺個芒度掃嚟掃去，笨手笨腳，點都聽唔到個電話。就喺間房靜晒落嚟嗰一刻，一陣寒意由條脊椎直衝上腦。嗰種凍唔係因為天氣，而係由心底裏面發出嚟嘅震慄。各位突然間醒覺，呢副一直以嚟引以為傲，為你捱生捱死幾十年嘅身體機器，已經開始背叛緊你自己。最恐怖嘅係咩啊？就係各位將呢件事收埋落床底，你笑笑口咁同啲仔女講，自己仲係好壯健，你照樣住得四四正正，行出街嗰陣依然係一副事業有成、享緊清福嘅款。但係骨子裏每次行樓梯，每次跨過廁所條門檻，各位個心都係15，擔驚受怕。你驚輕輕一跣腳，驚突然之間一陣頭暈。一個曾經做一家之主嘅自尊心，依家正被人無情咁慢慢磨滅。當身體再唔聽使喚嗰陣，各位以前揸住喺手嘅所有權力都會自動化為烏有。各位唔敢再話要去遠行，唔敢再去反駁其他人夾硬安排嘅事，淨係因為你知，如果自己一跌低，就要完完全全睇人哋面色做人。超過90%嘅老人家都係靜靜雞咁步向呢種崩潰。佢哋將自己困喺年老嘅孤獨入面，頂硬上，承受住體力斷崖式咁急跌，半句怨言都唔敢講。講到尾就係死怕成為身邊人嘅包袱。呢種殘酷嘅崩潰絕對唔係財政上嘅崩潰。各位可能好有錢，副棺材本，好和味，住緊間大屋，好富麗堂皇。但係唉，當對腳行唔喐，對手連揸筷子撳落都冇力嗰陣，嗰啲死物銀紙又可以點樣幫你挽回尊嚴呢？呢個係徹徹底底將人生嘅控制權斷送落身邊人嘅手上。
如果各位以為只要有錢，晚年就會好過，咁你就真係企緊喺自欺欺人嘅懸崖邊。今日就喺呢度，我會將最岩魚、最赤裸嘅真相揭開俾大家睇。我會話俾各位知點解。如果摸唔清老去呢個殘酷嘅遊戲規則，如果唔識點樣將資產變做保護尊嚴嘅武器，咁你儲落一世嘅身家，最終都會變得毫無意義。面對現實啦，因為各位跟住落嚟聽到嘅說話，分分鐘會徹底顛覆你依家嘅生活模式，同埋你對下半生嘅打算。當各位發覺自己連扭開個水樽蓋或者掃個手機網都搞唔掂嗰陣，嗰種心寒嘅感覺就會慢慢散開去。各位會問自己，點解辛苦捱大半世建立返嚟嘅嘢，嗰啲千辛萬苦築起嘅安全網，去到呢個年紀竟然會變得咁廢？答案其實好簡單，就係我哋俾自己嗰種自滿呃咗。我哋攞住以前喺出面打滾做世界嗰套精明，攞住身經百戰老江湖嗰個腦袋去面對晚年，點知原來依家個遊戲規則已經完完全全變晒。各位淨係將自己綁死喺一啲攞命嘅心理盲點度，呢啲不切實際嘅幻想，你越係捉到實，就越會喪失對自己生命嘅話事權。第一個幻想，亦都係啲最講實際嘅人最容易踩中嘅大陷阱，就係盲目咁信，以為銀行戶口水浸就等於有一張保住尊嚴嘅免死金牌。各位捱足一世，個崩都同佢計到足，比任何人更加明白錢嘅價值。你望住紅簿仔入面嗰串長長嘅天文數字，望住自己名下嗰幾層樓，就同自己講，今次實食冇黐牙啦。你寫包單，以為萬一有咩醫鬱，啲錢可以買到最好嘅醫療，請到最妥當嘅人服侍，最緊要係買到子孫嘅孝順同尊重。各位以為有錢就大晒，但係我依家要撕開一幅好殘酷嘅真相俾大家睇，啲銀紙係死物嚟嘅。當各位突然間中風，攤喺急症室張床度喐唔到，插滿晒喉嗰陣，你座金山銀山係唔會自己企起身幫你講出心底話嘅，錢唔會自動幫你簽張醫療授權書，去決定你想死醫到底，定係想舒舒服服咁走。最陰公嘅係當屋企人喺度嗌大交，最後決定將你掟入一間你從來未去過三唔識七嘅老人院嗰陣，啲錢係唔會出聲保護你嘅。佢哋咁做只不過係貪嗰度就腳，方便佢哋探你咋。如果各位淨係識得儲錢，但係就冇喺自己個腦仲清醒嗰陣立定份平安紙或者授權書，呢啲清清楚楚嘅法律決定，咁你筆天文數字嘅身家唔單止保護唔到你，仲會令你變成一個有錢嘅寄生蟲。你係有錢呀，但係對自己條命，對自己收尾嗰幾年要去邊度過，就完全失去晒話事權。你辛苦維護咗一世嘅尊嚴，最終就係俾你對錢嘅依賴剝奪晒。第二個幻想一樣咁折磨人嘅心理，就係以為退休係一個特權，可以跌埋心水坐喺度享清福。我哋條膊頭孭住重擔，孭足40-50年，當過咗70歲，好多人又覺得自己有資格乜都唔理，攤軟手腳。各位覺得自己捱夠啦，依家可以由朝到晚死霸住張梳化，對眼望實部電視，等啲時間渾渾噩噩咁過。各位將呢種乜都唔做、乜都唔理嘅狀態叫做享清福，但係可悲嘅真相係點呀？呢種極端嘅百無聊賴根本就係一劑無形嘅毒藥。心理學家叫呢個現象做
靈魂壞死。各位覺唔覺？當你放棄晒所有生活規律，斷絕晒所有社交嗰陣，你同時亦都失去咗滋養自己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每朝早起身嘅動力。試下諗返轉頭，尋日你仲係擔大旗，嗰個係一家之主，屋企大大小小嘅事都要等你點頭先成事。但係今日當你退縮落嚟，乜都唔理嗰陣，你突然之間就變成自己屋企入面嘅一隻遊魂野鬼。啲仔女去返工，啲孫去返學，佢哋個世界轉得好快，再冇人需要聽你嘅意見。呢種失落感恐怖過任何一種絕症。各位坐喺度無穿無爛，食得飽住得暖，但係個靈魂就因為覺得自己變咗廢人而慢慢枯萎。人個腦係要經過磨練先至有生命力，精神係要受過刺激先至可以保持轉數快。將自己困喺享清福呢個框框入面，講穿咗就係你自己挖緊個深坑，將自己嘅智慧同記性以快過正常衰老嘅速度監生埋葬。仲有第三個幻想，一個令到好多人出咗事之後後悔莫及嘅攞命盲點，就係天真咁以為定期身體檢查啲報告靚仔就等於富計，絕對安全。隔3個月半年，各位就會去醫院驗客身。當醫生點晒頭遞份報告俾你，話啲膽固醇、血糖、血壓全部都合格嗰陣，你就鬆一口氣。各位行出醫院嗰陣，行步路都起風，自信滿滿咁，以為自己仲係好似後生仔咁 fit， 仲可以自己搬搬抬抬，甚至擒高擒低，整下屋企啲濕碎嘢。但係現實好衰嘅係，現代醫學同埋嗰啲凍冰冰嘅儀器，淨係量度緊病理，佢哋完全道唔出各位身體入面每分每秒流失緊嘅機能衰退。試下想象各位依家副身骨就好似一間舊唐樓，外牆啱啱翻新完，油過晒油，望落好新淨，表面睇唔到有裂痕，就好似你哋啲驗血報告咁靚仔。但係牆入面啲鋼筋支柱早就被歲月同白蟻蛀到通晒天。你平衡身體嘅肌肉、隻手嘅握力、膝頭哥關節嘅靈活度，其實已經跌窩跌得好緊要。呢啲係機器用數字警告唔到你嘅。各位仲係好有自信咁照舊生活，直至有一日淨係喺樓梯好簡單咁踏空一腳，或者喺濕巢槽嘅廁所地下輕輕跣一跣，成個骨骼肌肉系統就會一秒冧檔，冇任何先兆，冇任何痛楚提水，意外殺到埋嚟係計秒嘅。由一個無穿無爛行得走得嘅正常人，你下半世就咁被綁死喺張輪椅或者病床度，尊嚴徹底崩潰，所有安享晚年嘅大計化為烏有，就係因為各位忽視咗冇病冇痛同埋富計再捱唔住條命之間嗰條脆弱嘅界線。呢3個幻想正正就係各位每日自己架喺條頸上面嘅3把無形嘅刀。一日各位仲死抱住有錢就萬能嘅錯覺，一日各位仲放縱自己喺嗰種攞命嘅百無聊賴入面，同一日各位仲係高估自己富計嘅承受能力。咁你哋每一日都係喺一塊極之薄嘅冰上面行緊，只要有一條細細嘅裂痕，各位自豪咗大半世，辛辛苦苦爭取返嚟對人生嘅話事權，就會沉落去被逼靠人養嘅冰冷深淵入面。各位，當我哋一齊搣開晒呢啲自欺欺人嘅假面具之後，不如抽1分鐘靜低心機望下自己。各位大半世人嗰種精明，嗰種轉數快，到底去晒邊度呀？我哋都係曾經呼風喚雨，喺大時代經歷過無數風浪嘅人。
各位曾經攞住部計數機，條數計得精準無比，曾經揸實個舵，帶住頭家捱過一次又一次嘅經濟難關，甚至乎連啲仔女讀書將來嘅出路，你哋都安排得妥妥當當。喺人生大大小小嘅交易入面，各位從來都係揸忽話事嗰個。點解去到人生最脆弱嘅晚年，各位反而會咁順攤，情願退居幕後呢？點解要將自己嘅權力剝奪晒，由一個威風八面嘅一家之主，變成自己人生入面一個連氣都唔敢唞，又要處處忍讓，擔驚受怕嘅過客呢？真相係，各位將自己人生最重要嘅幾年，求其交俾殘酷嘅命運去安排。你哋將自己條命同安全底線壓住喺嗰幾張表面嘅驗身報告度，聽見人哋講句正常，就喺度自己呃自己，根本唔敢去正視副骨頭同肌肉已經散晒嘅事實。最深深嘅係，各位將自己嘅舒服、自己嘅尊嚴同埋最基本嘅社交需要交晒俾啲仔女，擠出嚟嗰少少得閒時間度，各位縮喺張梳化度望住道門，苦苦等待嗰啲已經被社會壓力同拱食搞到謝晒嘅仔女嚟幫你安排生活。各位將呢種退讓講成係偉大嘅犧牲，為咗家和萬事興，但係喺我眼中呢個係最唔負責任嘅放棄權力，淨係識得等其他人施捨時間幫你做決定，呢啲根本唔係親情，而係徹徹底底失去咗你自己。係時候要反轉呢盤棋啦，諗翻起我哋一直引以為傲嘅實際精神同死牛一面頸嘅魄力啦，千祈唔好等到事情一發不可收拾，等到個人攤喺病床，個腦都開始唔清醒嗰陣，先至流眼淚，後悔有好多嘢仲未安排好。到嗰陣時，你講嘅嘢只會變成微弱嘅呻吟聲，外人聽唔明，啲仔女聽見又覺得煩，根本冇人會有心機去慢慢估你心底入面到底想要乜。各位啊，抬高頭啦，將呢個晚年當做係你人生最後最大亦都係最神聖嘅一次大生意嚟做。喺呢個關乎生死嘅大 project 度，冇其他人可以代勞，各位一定要重新坐返上去 CEO 個大位度話事。一個本事嘅大老闆絕對唔會由得自己嘅心血喺風浪入面自生自滅，佢哋唔會求神拜佛等運道，亦都唔會望人哋可憐，佢哋會用冷靜嘅頭腦度定一條穩陣嘅退路，諗定最壞嘅打算，等到大吉利是真係有事發生，所有嘢都仲喺自己嘅掌握之中。既然你係自己條命嘅揸佛人，就一定要用冷靜嘅頭腦去重新立返啲規矩。各位一定要趁住依家仲健健康康，最遲都要依家落決定。收尾嗰幾年行唔喐嗰陣，到底要去邊度住？唔係合埋眼求其入一間三唔識七嘅安老院，淨係貪佢就腳方便啲仔女探，而係要揀一間有專業服務又啱你生活要求，仲要係你自己親身去睇過試過嘅地方。你一定要做最後嘅決策人，決定萬一自己冇晒意識嗰陣，邊個幫你揸主意做醫療決定，要醫到去咩地步。千祈唔好將呢個生死抉擇嘅重擔推俾啲仔女，要自己搞掂啲法律文件，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呢啲先至係最實際最有智慧嘅愛。仲有最重要嘅係，喺任何衰嘢發生之前，各位由今日開始就要諗計幫自己副身體維修保養，唔係話去買啲好貴嘅補品，或者落街行兩步當做咗運動就算，而係要做一啲好有紀律
為咗保命嘅機能訓練。我哋搏咗一世人，流咗幾多血汗，為嘅就係唔使攤大手板問人攞錢。咁點解依家反而要攤大手板求人施捨時間呢？自己人生嘅控制權一定要死死揸實喺自己手。只有當各位預備好一個百毒不侵嘅心態同一套完美嘅策略，呢個晚年先至可以過得硬淨有尊嚴。意外可能會發生，富計都會慢慢變老，但係一個做莊嘅人嗰份尊嚴係絕對唔可以有半點甩漏。而為了令到呢個偉大嘅 project 做到滴水不漏，各位一定要為自己訂立一啲絕對冇得傾嘅底線。各位，你哋準備好坐返上自己生命嘅行政總裁個位未啊？如果真係準備好，我哋就唔可以淨係講啲空泛嘅理論或者表面嘅自我安慰。一個真正掌權、想守護自己尊嚴直到最後一刻嘅人，必須要為自己建立一啲堅固嘅保護底線。我叫呢啲做鐵律，係一啲由今時今日開始，各位絕對唔可以退讓、唔可以妥協嘅紅線。無論對住邊個都好，就算係你自己10月懷胎最錫嘅仔女，都絕對冇情講。第一條鐵律亦都係人生大計入面最重要嘅生死契約，一定要將法律權力緊緊鎖喺自己手入面。我哋東方人成日都有個避忌，唔中意講病，唔中意講死，覺得好唔吉利。但係各位，你哋全部都係實實在在經歷過人生無數風浪嘅人，不如我哋坦白啲面對呢個平靜嘅現實，唔好淨係掛住計銀行剩翻幾多現金，又或者諗住轉名幾多層樓俾仔女，啲錢擺喺度係永遠唔會自動解決到急症室入面嗰啲撕心裂肺嘅悲劇點。請你即刻準備一份平安紙、預設醫療指示，同埋喺你個腦仲好清醒精靈嘅時候，立定一份合法嘅授權書。你一定要親自揸筆寫低，親自決定。如果有一日個腦罷工，自己完全失去意識，你想接受醫療干預到咩程度？邊個可以代表你簽字搞手續？點解一定要做呢件事？唔單止係為咗保存你自己，更深層次嘅係為咗保護你嘅仔女。各位，你知唔知對一個仔女嚟講，世上最殘忍、最痛嘅感覺係咩？就係當佢哋要震晒咁揸住支筆，咬緊牙關，喊到出唔到聲去簽字，拔走自己阿爸阿媽條喉，嗰種內疚同自責會跟住佢哋成世，成為一世嘅陰影。千祈唔好將呢個決定生死嘅殘酷重擔掟落仔女嘅膊頭度。你今日白紙黑字做一個乾脆嘅決定，就係對屋企人最大嘅慈悲、最大嘅解脫。你做主自己嘅生命，亦都自己做主離開嘅方式，走得有尊嚴，明明白白，唔留低任何蘇州屎俾身邊人。第二條鐵律，我哋由法律文件講到身體呢部機器，每日朝早都要鍛煉生存肌肉。好多老人家都有個好大嘅誤解，以為每日落街行下、揈下手腳，做幾下柔軟體操，呼吸客新鮮空氣就夠保養身體。各位，如果你想保住自己嘅獨立能力，請你即刻放低嗰啲形式化得個樣嘅運動。你而家急需保護嘅唔係身形，亦都唔係單純嘅心跳數字，而係最基本嘅機械生存能力。握力訓練，每日朝早起身，趁仲坐喺床邊，試下將雙手揸實再放開，做20次。點解握力對生命咁重要？因為對手嘅握力決定咗你可唔可以自己揸實對筷子食飯，可唔可以自己扭開個水樽蓋。最關乎生死嘅係你可唔可以自己搞掂去廁所清潔，而唔使假手於人。
下肢訓練，做完手部運動，將凳慢慢起立，坐低，好好控制姿勢，做10次。大髀肌肉嘅推力同膝頭哥關節嘅穩定性就係你嘅救生圈。有咗佢哋，你就可以自己喺馬桶企起身，可以自己行出濕滑嘅浴室，而唔會仆親。呢啲動作超級簡單，1毫子都唔使使，唔使去啲貴價健身室，但呢啲就係你每日存入身體銀行嘅無價資本。佢決定咗你到底係一個獨立可以自主嘅人，定係好快會變成一個要親人服侍周到嘅病人。記住，一個可以靠自己雙腳企穩嘅身體，就係一個永遠唔使低聲下氣嘅靈魂。第3條鐵律，直擊心靈嘅救贖，一定要喺外面世界建立弱連結。各位知唔知晚年最毒、對心理破壞最大嘅習慣係咩？就係自我封閉，成日困喺屋企4幅牆入面，眼定定望住個鐘，豎起對耳仔聽幾時有開門聲，等啲仔女放工翻嚟，等佢哋得閒施寫2句敷衍嘅說話俾你。你咁樣做係將自己變成一棵死客嘅植物，完全依賴人哋。心情好壞俾個少少陽光，請你即刻戒除呢個習慣，打開道門行出街，放低所有無謂嘅面子，去買個攝影會，上個語言班，去客社區中心，或者任何適合你興趣有少少人氣嘅地方，唔使夾硬去買啲好深厚或者好令人攰嘅人際關係。你需要嘅只係一啲維持得穩定嘅弱連結。喺呢啲地方，當你一行入門口，會有人笑笑口同你打招呼，會有人清清楚楚叫得出你個名，一句早晨呀，陳生、李太，今日容光煥發許。呢句說話嘅魔力同療癒作用勁過食任何貴價補品。呢一聲稱呼肯定咗你喺呢個世界上嘅存在。佢提醒你，你係一個獨立、有價值、有自己社會地位嘅人，而唔係一個面目模糊嘅影子，唔係一個淨係識喺自己屋企默默執拾零星快樂嘅隱形人。呢個就係留住靈魂最出色嘅療法，幫你個腦保持活躍，精神永遠閃閃發光。最後一條鐵律，第4條，亦都係最需要霸氣同理智嘅一條。趁而家親自去睇場考察3間老人院，聽落好似好無稽，對唔對？明明而家身壯力健，行得走得，頭腦清醒，做咩要諗老人院？各位，正正就係因為你而家身體健康，腳骨力好，你先至要親自出馬去做呢件事。請你攞出買樓或者精明投資者去評估項目嘅心態，親自踩上呢啲機構，試下佢哋啲嘢食啱唔啱胃口，用最挑剔嘅眼光睇下啲護理員對住老人家有冇禮貌同尊重，check下啲房夠唔夠陽光。你要嚴格挑選，為自己撲除定出一個最完美嘅後備方案。當你睇中咗心水地方，就返屋企開個家庭會議，坦白理直氣壯咁同啲仔女講，如果有一日阿爸阿媽照顧唔到自己，或者你哋為咗事業太忙，冇時間日日陪住，呢度就係我哋揀好嘅地方。所有費用我哋已經用養老金計掂數，你哋只要幫手照住個計劃去做就得啦。各位，你見唔見到當中巨大嘅分別？同一個目的地，一邊係被動被人送入去，心入面充滿委屈，眼淚汪汪咁以為俾屋企人遺棄；而另一邊你係抬起頭，以一個大客仔嘅姿態行入去，自己掏荷包買最頂級嘅護理服務俾自己，完全免除晒下一代嘅負擔。掌控人生嘅權力就係喺呢度。當你可以自己決定最後嘅歸宿，
你已經徹底戰勝咗對衰老嘅恐懼。各位，當你哋親手建立好呢啲鐵律，當所有關乎生死嘅法律決定已經安安穩穩咁擺晒喺櫃桶底，當你對腳因為每日朝早嘅鍛煉依然行得咁穩陣，同埋一條安全嘅退路已經清清楚楚咁定好晒嗰陣，你哋會即刻感覺到心入面發生咗一種好神奇嘅變化，所有對未知將來嘅焦慮15、16突然間會煙消雲散，換嚟嘅係一種前所未有嘅平靜、踏實同埋安穩。你唔使再睇人眉頭眼額，或者就住人哋嘅時間表嚟過日子，你亦都唔使每次照鏡見到面上嘅皺紋就唉聲嘆氣，覺得自己好委屈，因為去到呢一刻，你哋已經真正睇透、參透咗人生最深刻嘅真理。各位，晚年絕對唔係一間冷冰冰坐喺度等日落嘅候車室，更唔係一段殘花敗柳捱日子，日日心驚膽跳，驚住變咗屋企人包袱嘅時光。晚年其實係我哋最大嘅特權，係我哋可以用絕對嘅自主權去好好享受最靚黃昏嘅時候，勞碌咗大半世，為呢個愁，為嗰個憂，由朝到晚，為咗仔女嘅前途谷盡全力。去到呢個年紀，你絕對值得為自己而活，昂起頭，好似一個圓滿完成任務嘅功臣咁，好好過日子。人生嘅黃昏靚唔靚，根本唔取決於身邊有幾多人圍住你拍手掌，亦都唔取決於啲子子孫孫係咪日夜守喺你床邊。佢之所以靚，係因為你自己親手調色，親手揸起支畫筆，為自己命運嘅畫作畫上最圓滿、最利落、完全無悔嘅最後一筆。一個人踏入7老80嘅門檻，真正嘅心安理得，從來都唔係嚟自嗰啲口輕輕嘅祝賀，或者對表面孝順嘅幻想。真正嘅心安係當天黑落嚟，你攤喺張床度，合埋雙眼嗰陣，嘴角會帶住滿足嘅微笑，因為你好清楚知道，聽朝起身，無論出面個世界變到幾咁反轉，無論啲仔女忙到踢晒腳，甚至乎就算身體呢部機器突然間扭計，有頭暈身跌，你依然緊緊咁揸住自己人生嘅近盤，冇任何人，冇任何無常嘅環境可以剝奪你嘅尊嚴同埋你對自己生命嘅話事權。你話是自己嘅每一啖呼吸，話是自己辛苦賺翻嚟嘅每一分每一毫，甚至話是自己點樣去面對生老病死呢個自然規律。呢個先至係一個識得通透人生嘅人最高嘅境界，一個識得用鋼鐵般嘅理智同埋最周全嘅準備去守護一個清高、自由、永遠無牽無掛嘅靈魂。我哋一齊行咗呢一段路，揭開咗好多令人心坎嘅盲點，亦都面對咗最殘酷嘅現實。我好肯定，到呢一刻仲可以靜低心機聽我講呢番說話嘅人，心入面都有一份好硬淨嘅能耐。各位冇去逃避現實，反而係好勇敢咁直視佢，用咗你哋大半世人累積落嚟嘅精明同通透，為自己度好咗一條最安全嘅路。身體機能嘅老化其實唔可怕，最可怕嘅無底深淵係處處要依賴人，係失去咗自己嘅話事權。如果今日呢啲咁坦白、咁赤裸嘅觀點觸動到你哋心底最深處嘅掙扎，如果你哋下定決心拋開所有悲觀同無謂嘅面子，企出嚟完全掌控未來呢段黃金歲月，各位如果認同嘅話，請你哋喺留言區度留低驕傲晚年呢4個字。呢4個字
唔單止代表我哋思想上嘅共鳴，更加係你對自己嘅一份誓言，標誌住你重新攞返人生主導權嘅重要時刻。請你哋將呢段片分享俾你身邊嘅老友記，俾嗰啲仲喺年紀焦慮入面轉緊牛角尖嘅知己，等我哋一齊創造出一代通透又硬淨嘅長者，等我哋一齊昂首挺胸，獨立又有尊嚴，咁過好下半世。祝各位身體健康，得大自在。